搁再来关心，这是有学生囡仔参加出业典礼，到时代立甲规身躯拢淡糊糊，起码只有9摆。这是台中的大理成功国中校校无活动中心出业典礼，敢若会当办运动中心的运动场。这几天因为雨落袂停，校校阵啊赶紧大爆棚，互500外出业的学生会当伫咧内底来举办。结果因为真无利便，风一个先过，大家规分数拢压甲淡糊糊，一间室内运动中心都无，互时代算讲实在。真落差。伫学校大厅的中央搭这个大型的饼仔架，毕业典礼就办伫咧外口司令台的头前。不过雨是落袂停，毕业生拢专青伫咧这个饼仔内，实在足翕热的。来参加的家长嘛，拢干那会当伫饼仔外口举雨伞。不过这个风雨实在太大咧，运动场还佫积水，互袂少的家长因的裤脚拢澹去。台中的大理成功国中12来举办毕业典礼，因为伫咧学校内底无活动中心，致使甲500外的毕业生拢徛伫饼仔内。毕业典礼结束了后，毕业生想要来翕相签名，嘛拢简单会当伫咧内底安尼挤甲要嗨去。雨伞是遮不住那个风，它这样刷过来的，太恐怖了。有家长怨叹讲，毕业典礼办伫咧这个大厅，唔是互这个日头晒，就是去予雨压。前一年也是下大雨，可是我们底下还是家长还是挥汗如雨啊。大理国中的学生有约1500人，是这个大理区人数上侪的国中。伫咧创校34年以来，拢无活动中心通啊用。学校长蔡正中讲，伫咧较早是因为这个校地无够，才无来起。学校有挪出一个空间，就是我们原先旧的池德楼的地方，可以来盖活动中心，所以我们也写了一个计划，希望能够把活动中心盖在这个地方。教育局表示讲，经过评估了后，已经甲大理国中的预算编伫咧头前。会真紧就协助学校来起这个活动中心，互500个毕业典礼唔免阁吹风晒日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